各位會員朋友各位投資者，大家好今日將由我同大家帶嚟2017年嘅一堂課程。我哋嘅主題叫做2017完美交易咁如何先可以做到完美交易呢？2016年過咗去啦，咁2017年我哋應該點樣先可以喺股市入邊更加好咁做好我哋交易呢？要做到一個完美嘅交易，係有前提嘅，唔係話簡簡單單咁去買入買出就可以。佢係應該有一套比較完善嘅思路。咁我哋做交易之前，我哋一定要有分析嘅。如果你冇分析嘅話，係好難去做得到交易嘅。隨着你嘅心情去買賣，咁做股票嘅話，基本上係好難去揾錢嘅。所以我哋要喺2017年我哋要如何去把握機會呢？我哋更加要做嘅就係有計劃、有步驟咁去做。咁我哋今日帶嚟嘅內容2017完美交易，將同大家分享以下3方面嘅內容。第一個喺交易之前，我哋應該做啲乜嘢？第二個做股票梗係想揾牛股，所以你要揾牛股佢唔係隨便就可以有嘅，一定會符合一定嘅條件第三個呢，同大家講一下如何買喺莊家嘅拉升之前。好多牛股大家睇得到，但係唔敢買啦。點解呢？畢竟第一個未形成牛股之前睇唔到，或者唔相信。真正形成牛股之後呢，又驚高啦，太高啦唔敢買。所以好多原因，諸多原因導致嘅，其實更加多嘅亦係喺我哋喺交易之前冇做好準備。咁我哋對於交易之前要做咩呢？必然嘅，我經常講嘅買入要謹慎，賣出要果斷呢個係必須要做到嘅。你買入好多人都係買咗股票之後呢，再去分析，你知一分析原來係唔啱嘅。但係呢個時候呢，已經買入咗啦，咁跟住嘅話對於操作就會造成好多影響。所以我哋喺買賣股票之前，首先要做好分析呢個係必須嘅咁分析嚟講，按照雲力嘅投資理念先大後小，先長後短，同埋做熟不做新，係一個比較完整嘅投資理念咁先大後小講嘅就係最起碼你要先睇下個環境個大嘅市場方向再睇下而家應該做大股都係細價股，從板塊方面去考慮之後，再考慮到個股嘅選擇同埋買賣嘅問題。所以雲力嘅投資理念係絕對係唔可以去忘記嘅。咁對於交易之前嘅分析，一般嚟講分析會分兩種技術分析會分兩種，一種叫做預測技術，一種叫做確認技術預測技術更加多嘅係對於未來進行判斷，但係記住預測唔係話是但咁我認為應該係有理有據咁樣去先可以叫做預測。對於預測嚟講，我唔將佢當作係一種話對未來嘅一啲好虛渺嘅一啲去推斷，更加多嘅係喺特定嘅條件下對未來有計劃，所以預測嘅話更加多我認為係對未來有計劃有準備所以我哋要最終
預測同埋確認嘅話係相互去驗證嘅，呢個我哋要考慮嘅。最終預測到啱唔啱，最終係需要得到驗證嘅。經常我哋講嘅就係，當你預測嘅時候，個走勢同你預測走勢一樣嘅時候呢，就按照你嘅預測去做得啦。當你發現你嘅預測同走勢唔一樣嘅時候，應該跟住市場去做，呢個係我哋必須要做嘅。咁對於預測更加多嘅，好多人會好中意嗱，問題係你嘅預測其實達到咩水平呢？呢個係好重要嘅。同樣預測，你預測咗10次冇幾次啱嘅，咁樣呢啲預測其實冇任何意義。所以更加多嘅係要揾到一啲好嘅預測，但係方法嚟講有好多，有啲好複雜，有啲好簡單。對於大多數人嚟講，更加多應該學習一啲簡單實用嘅預測呢個我哋要去把握嘅。咁對於預測嚟講，對於個人嚟講，用得多嘅話，會有通過唔同嘅角度去進行預測。點解呢？因為從唔同嘅角度都得到同樣嘅結果嘅話，會將更加好。咁對於未來嘅預測，入邊其實包含咗好多嘅技術含量喺入邊。對於技術分析有3大公理，入邊講到嘅其中有一條叫做第3條，歷史會不斷咁重演，但唔會簡單咁重複。即係話你喺歷史嘅圖形中，你從而家都可以睇到佢嘅縮影即係曾經發生過一啲圖形，其實喺而家佢都係有發生嘅。比如記得今年喺年初嘅時候，應該唔係今年年初啦，舊年嘅年初當時同大家比緊呢兩幅圖當時喺2016年1月初嗰時係咁大跌但係通過歷史走勢，你會發現曾經歷史上亦都出現過大跌完之後，長時間嘅橫行完之後呢，亦都係急跌。急跌完之後呢，所以當時有個反抽呢個反彈，如果你知道有人喺呢度留底，留完之後，如果你唔走嘅話，又跌翻嚟。咁同樣嘅呢啲方法會唔會成立呢？一樣嘅。假如喺呢啲位置一旦低位出現咗，你去留底，留完之後，必然往往仲有一次下跌，之後再上，呢個係必然。呢啲圖形嚟講，對於大多數人嚟講，要揾歷史嘅圖形，你需要學習咁多嘅嘢咁呢度唔作太多嘅去分析，更多嘅話係增加大家嘅知識面或者你多啲關注一啲咁嘅圖形所以每一次嘅升跌，你會睇得到同樣嘅好多時候呢啲升跌一樣嘅，歷史不斷咁重演呢啲喺舊年嘅時候一樣同大家睇過嘅呢啲圖形，每一次嘅急跌之後，一個反彈再跌，往往會產生一次中期行情，急跌反彈再跌。前面跌得多，後面跌得少，呢度一旦企穩，往往會產生一個中期嘅行情，每一次都係一樣。呢個圖形係當時我哋喺課堂嘅時候同大家去講到個課程亦都將啲圖形全部都放喺 Facebook 入邊同大家去睇過嘅我哋睇下曾經年初嘅時候，當時點解話判斷佢仲要跌呢？當時就已經喺1月份就已經判斷啦，要到2月份先有機會下跌之後，從技術嚟講，短期嘅加速下跌，短暫嘅加速下跌咗之後，短期嘅止跌只能係當住反彈嚟做嘅，因為點呢？任何嘅下跌趨勢入邊，要想上升係必然有底部嘅，冇底部係冇可能去上嘅。
所以好多點解上唔到，同時所以睇喺呢個位置一樣嘅，到呢個位置點解話佢仲係未係反轉呢？啊，雖然有個超跌反彈，但係點解未係反轉呢？所以當時我曾經喺入邊去同家講過當時喺1月18號嗰時候講過一啲細節，其實講嘅就係啱先講呢幅圖入邊會睇到點解呢度上去之後仲會落一次先有好嘅機會，無論係從時間又好，從圖形又好，我都睇得到嘅。對於呢啲圖形嚟講，對於大多數人係相對嚟講比較盲目嘅。股市入邊嘅分析方法有好多，你掌握得越多，你會發現你嘅效果就越好。點解呢？因為唔同嘅方法都指向於同一種類型，都係得同樣嘅結果方法唔同，結果唔同。所以點解當時5月份嘅時候會有一波拉升？因為係歷史圖形嘅必然當時亦都係畫咗一幅圖，呢種圖亦都係另外一種技術嘅分析。呢一種叫做對稱技術。對稱技術一樣嘅，佢點去用呢？歷史嘅相似呢種嘅話，就係你要揾到對稱當圖形行出一定嘅對稱，咩叫對稱呢？你發現呢個頂部同埋呢個底部，你發現好相似，中間呢度下跌一個對稱，之後呢度急升，呢度急跌。完成咗一個對稱，完成咗對稱之後，歷史就會有行出一段相似嘅走勢。所以通過呢啲走勢，你會發現點解我哋舊年喺5、6月份嘅時候上去之後，仲會有寬幅嘅震盪呢？因為歷史前面就係寬幅嘅震盪，震盪完之後點解產生一波7月份、8月份嘅行情呢？因為前面一樣嘅，所以揾到一個終身對稱呢個係必然。終身對稱行揾咗出嚟，你可以去不斷咁複製，但係到咗一定嘅程度，佢就可能會中斷。所以對於呢一種我哋揾終身對稱嘅或者揾軸對稱嘅，我哋應該係去考慮得到嘅。佢會複製一段，但係隨着時間佢慢慢改變。喺未改變之前，依然佢會大概咁去節奏去升跌。當你發現逐步出現偏移嘅時候咧，呢方法你就唔可以用啦。就好似前幾日週末我哋上堂嘅時候同大家講到嘅一樣嘅。當時嘅市場喺呢度嘅時候，其實我哋一樣去揾到一啲好明顯嘅對稱比如當你發現呢度急跌急升。我相信呢個上升，好多人當時等緊做雙底做底部，但係往往市場會唔會做底呢？肯定會做底，但係市場往往唔係按照大多數嘅諗法。好多人諗住上到呢度落嚟築底嘅之後再做，但係市場往往唔係按照你去做嘅。點解呢？從技術角度嚟講。我當時講過啦，呢個拉升喺呢個下跌其實冇買股票嘅，所以喺呢段中間佢係冇壓力嘅，所以直接升到上面係好正常嘅。因為大多數人喺呢一段時間係唔做股票嘅，甚至仲要賣出股票，所以呢一段拉升完全冇壓力因為前面冇人買啦嘛。咁按照我哋啱先講嘅對稱圖形嘅話，一旦你發現咗呢度有對稱性，咁後期就會有一定嘅相似性，所以落嚟呢度跌升一個對稱，咁相對嚟講短期呢度後面有一個跌有一個升，呢個好正常嘅，之後再跌，呢啲圖形係好正常嘅走勢，但係會唔會話後期仲跟住去行呢？咁我話唔係啦，咁你睇後期啦。後期嘅走勢會唔會出現比較明顯嘅偏唔同啦？如果依然仲係按照咁嘅節奏嘅話，佢會複製嘅時間會好長，但係逐步發生偏移嘅時候，後面呢種方法就用唔上啦。所以對於揾歷史嘅對稱圖形，佢有一定嘅局限性所以根據圖形，但係圖形未行出明顯變化嘅時候，依然係有用嘅。呢個對於，所以點解呢度
繼續會上，因為呢度就係咁落嚟嘅，所以跟住個走勢，最起碼短期嚟講，長遠唔知，必然好似呢啲嘅震盪市係必然有嘅，呢個必然啊，所以呢係前幾日同大家講過嘅一啲簡單嘅技術，所以歷史圖形好多好多方法好多，曾經好多次無論係邊一次嘅行情又好呢一波行情，同埋9月份點解9月份之後橫？因為歷史嘅圖形一樣㗎，呢個曾經亦都係俾大家睇過嘅一幅圖形。同樣嘅時間，記住，唔單單係走勢相似，而且時間一模一樣嘅，都係同樣嘅時間喺呢啲位置出現咗，上面係2006年，下邊係16年，佢嘅走勢你發現歷史驚人咁相似只不過力度可能有啲唔同。但係你發現成個走勢呢一波上升中間係冇大調整嘅，同樣呢一波上升中間冇大調整嘅，落嚟之後再一次衝高，你發現呢度進入一個長期嘅橫盤，咁你可以判斷出近期依然會出現長期嘅橫盤，所以當時俾出咗兩種走勢，一種係紫色，一種係紅色，一種係橫，一種咧就係強啲，所以後面會創新高；一種係弱啲，後面創唔到新高。最終行出嘅係紫色嘅走勢，所以歷史佢驚人嘅相似，到一定嘅程度，你發現後面呢度創咗新高，後面創唔到新高嘅時候，你發現個圖形逐步失效啦。所以喺當時失效嘅時候，又俾大家咗呢一幅圖形，話俾你知，畫完之後要跌幾長時間，話俾你知，最起碼你跌按時間週期，可能就會仲要跌21日或者34日。呢啲係從唔同嘅角度去相互去驗證得到嘅。呢啲喺成個 Facebook 入邊都同大家去提，專門我哋 VIP 嘅用戶同大家去提供嘅，同大家講過，每一次嘅升跌都係一樣嘅。所以喺上邊我睇到每一次嘅高低位嘅升跌，好似舊年3月份話俾你知，3月份有得升，上半年行情之後。一路話幾時有得升之後幾時風險呢？呢啲中間係短期嘅調整，你可以唔理。幾時提醒大家有大嘅風險呢？直到3月份仲係話俾你知係機會冇問題嘅。幾時呢？到咗3月底嘅時候話俾你知啦。4月高位要下跌啦，所以4月有高位要下跌，最終佢喺4月底嘅時候進行咗下跌。而且當時亦都係提醒咗大家幾時呢？話俾你知應該喺4月呢度話俾你知預計橫到5月初就到達一個周線嘅轉折位啦，所以你要留意到咗，所以5月初嘅時候產生咗快速嘅下跌但係跌嚟之後，啱先講啦，跌嚟之後，根據佢下跌嘅走勢，我哋就好清楚去睇得到，佢每一次嘅升跌，當時俾咗呢一幅圖，邊幅圖呢？呢啲幅圖喺5月份嘅時候話俾你知跌翻落嚟，呢個位置係機會而且好明顯，除咗呢幅圖之外，仲畫咗呢幅圖話俾你歷史再一次相似。只不過後面嘅圖形呢，嗰個幅度細啲，呢度係幅度大啲，所以經常嘅相似，都係急跌，急跌完之後做一個小反抽再跌，所以話俾你知成個5、6月份屬於喺度寬幅震盪，震盪完之後，所以話俾大家知震盪完之後一幅大嘅圖形。迎嚟咗一波好嘅行情，所以當時記得同大家喺6月份同大家講個主題叫做迎接即將到嚟嘅中期行情所以當時喺我哋嘅內部用戶喺度專門同大家講個主題叫做迎接即將到嚟嘅中期行情。每一次機會嘅把握都係咁，
同樣嘅，隨住佢市場嘅升跌啊，當佢到達咗一定嘅程度嘅時候，依然嘅我哋睇得到嗱，我哋睇到喺高位一路上嚟之後，教到好多種方法話俾你知嗱，好似當時呢個位置咁啊，教啲技巧性嘅用法話俾你知，呢度跌穿啊就會進入中期調整啊。呢個係當時嘅學完之後，一啲會員係去問嘅，到底畫得啱唔啱啊？所以好多時候我哋應該掌握好多方法，因為話要唔要學咁多，學係要必然嘅，學無止境。你掌握得越多，咁嘅話，你對於未來就更加有把握，或者你按照紀律去做，係冇問題嘅。所以好多時候我哋會睇得到嘅就係幾時有得做。嗱，所以當時到咗呢個位置，話俾你知啦，話俾你知，10月底嘅時候話俾你知，唔好急住去做，繼續去觀望，而且話俾你知，我下一次再寫文章嘅時候將打破僵局，所以跟住喺呢個時候發表文章，11月13號我睇下，喺呢個位置，3號呢個位置，原來一路橫。寫完呢篇文章之後，喺呢個位置產生咗加速下跌啊！加速下跌咗之後，呢個係必然。點解係加速下跌呢？因為從圖形嚟講，歷史嘅圖形，我哋睇得到嘅歷史嘅圖形一旦行出咗急升長時間嘅橫，咩叫長時間橫呢？產生咗3個以上嘅高位之後破位反抽再上唔到去再落，往往都係急跌。如果真係符合呢幾個條件，急升長時間橫破位反抽之後再跌，跌完之後往往伴隨嘅係急升，所以前幾日同大家講咗叫做絕地逢生話俾你知呢個位置就叫做絕地，呢啲位置叫做絕地，喺呢個位置冇盲目咁去做股票，除非可以重新企翻上去。你可以睇好，如果唔係嘅話，後面必然係好容易急跌嘅。急跌完之後，如果你唔會留意咧，佢又急升，呢個係好正常嘅。所以當時話俾你知，除非佢突破如果唔突破嘅話，你要考慮清楚嘅。如果唔突破，一定係後面仲會有急跌。所以話俾大家知，喺未確認之前咧，按照正常走勢，咩正常走勢啊？左上圖，呢邊係左上圖。正常嘅走勢就係急跌急升，所以最終市場當時喺呢個位置產生咗急跌喺呢個位置。有人話啦，呢度跌得多，點知後面跌得仲要多，急跌之後再一次急升，只不過呢個急升嘅時間又好短，急跌嘅時間亦都好短完成咗佢嘅走勢，跌咗落嚟跌落嚟呢啲位置有冇得做呢？有得做，但係如果你通過一啲技術分析嘅話，你知道嗰啲機會其實唔係好大嘅啫。通過好多綜合去運用，你應該清楚急跌完之後，而且話俾你知嗱喺邊個位置呢？話俾你知，藉住周線嘅低位當時已經講到啦周線急跌完之後又急升，急升完之後話俾你知，藉住周線時間嘅低位今個星期係有反彈嘅。但係從圖形嚟講，從我哋學嘅通過軟件5碼圖話俾你知，黑馬鵝巢之後佢行出往往都係要橫一段時間嘅。黑馬鵝巢唔係叫你買股票叫你黑馬鵝巢之後，如果行出咗快馬加鞭先係買入股票嘅。黑馬鵝巢後期往往嘅特徵就係黑馬鵝巢會翻到彩虹線嘅白色線但係翻到彩虹線嘅白色線，翻到白色線，翻白色線之後，喺呢個期間佢一定有一個橫長時間橫嘅動作，所以當時呢度講到嘅就係黑馬鵝巢
呢度係好難去啟動嘅，只能夠睇橫盤啊。等到幾時呢？啊，會等到月底或者月初就會再測方向啊。但係當時嘅月底月初，你發現最終上唔到去呢？月底月初呢度最終係冇辦法突破，再一次選擇咗往下。呢個提前提醒嘅。當佢再一次喺呢個位置嘅時候，亦都再一次提醒大家啦。所以當時提醒要月底月初會選擇一個重要方向，亦都係。只不過當時佢冇選擇往上，選擇咗往下。咁同樣嘅喺臨近嘅月底嘅時候，已經話俾你知啦。11月初話俾叫你耐心去等待。短期呢兩日有一個反彈，但係唔值得去參與。等反彈完之後再跌一次。點解呢？因為當時話俾你知，周線嘅轉折位未到，所以等到周線嘅轉折位。但係咧，當然啦，如果你唔識嘅話，就唔知周線轉折位喺邊度啦。亦都喺後面有提醒大家睇，話俾你知，15號嘅時候已經話俾你知啦，周線轉折下一個星期，就話俾你知下一個星期機會嚟啦。咁15號之後嘅下一個星期，咁就月底啦。所以喺20號嘅時候話俾你知。各個指標都顯示低位但係點解低位唔會即刻升呢？因為重要嘅啟動時間會喺月底月初，所以點解個市到咗呢度周線低位佢唔即刻起？呢度已經入咗周線嘅低位20號，啱先講嘅。點解仲會跌一啲？因為呢真正入啟動嘅時間未到，到咗月底月初先迎嚟咗一波快速嘅拉升行情，呢個係通過你學得越多，掌握嘅技術。其實掌握咩技術呢？其實簡單就係量價時空，量價時空一路嘅。所以最近對於未來嘅走勢，2017年同樣嘅圖形畫咗一幅俾大家。歷史嘅圖形，呢度有一幅圖形，歷史嘅圖形。歷史圖形係點行嘅呢？我揾到一幅11年嘅圖形，一樣嘅走勢。前面經過一段時間嘅拉升之後，快速衝高。呢度又係快速衝高，只不過上面嘅時間多啲，上面嘅時間少啲，所以叫做縮減版跌，呢度亦都係跌，上呢度亦都係上。呢度做一個跌完上再落，呢度一樣嘅，只不過好短期嘅跌完上再落，上完基本上結束呢個橫盤，開始逐步走低，逐步去行低啦。呢個唔係關鍵嘅，一個弱勢反彈之後，呢度急跌，呢度一樣係急跌嘅。急跌完之後，一個震盪上升，呢度一樣一個震盪上升，再一次急跌。你發現呢次急跌之後呢，就見底啦。見底完之後，你發現而家嘅走勢圖形同未有任何改變，所以而家呢幅圖佢繼續可以用，所以而家繼續畫出一幅圖，所以知道跟住會升，跟住會升。升完之後呢，會有一次回落去上落震盪。一樣嘅，有人話啦，會唔會後期仲按照咁行呢？我啱先同大家講過，歷史會不斷咁重演，但係唔會簡單咁重複。最起碼目前嚟講，佢仲係咁行㗎。短期內佢嘅改變，佢唔會突然間改變嘅，會逐步改變。咁而家仲係一模一樣嘅，即係當你睇到佢有逐步唔同嘅時候，你再考慮呢幅圖係唔應該去用嘅，所以喺1、2月份應該重點仲係關注呢幅圖。幾時發生咗大嘅變化嘅話，我哋再將呢幅圖拋棄。目前佢仲可以用嘅，所以2017年完美交易，我哋啱先講嘅點樣可以做到完美交易呢？對於未來心中有數咁通過呢幅圖，你知道未來心中有數，呢個係屬於短期嘅。咁真正嘅我哋去睇得到嘅就係，對於呢幅圖，有人話啦，係咪就跌得咁多呢？咁你又量價時空，你要揾個關鍵位，關鍵位就係
喺呢啲位置，我係按照呢度唔跌穿去畫嘅，呢個位置唔跌穿啊，去畫個圖形。假如後面嘅回落跌穿咗啊，跌穿咗。首先我要清楚，跌穿係好正常嘅，跌穿咗唔係好似上面一樣嘅，跌穿咗，所以回落得多啲。咁回落多係少呢？如果跌穿咗，咪回落得多啲咯。但係唔會即刻改變啊，除非佢後期上去直接創新高，咁呢個圖形可能就相對差啲。假如佢呢度未直接創新高，上一上再落，咁再上，佢一樣係咁行㗎。咁唯一你要注意嘅，後面如果再上，如果創唔到新高嘅話，呢度係創新高嘅，咁我哋知道呢幅圖開始失效啦。呢個係從歷史嘅圖形，2017完美交易你要做到嘅。咁對於2017年成個整體嘅走勢係點嘅呢？我哋去再做一個詳細嘅分析啊！呢幅圖係前面已經喺上邊已經提前俾咗大家啊，下面仲有一幅圖啊，呢一幅圖我哋睇下，當時已經寫咗啦，叫嚟關注啊，1月12號同大家講嘅2017完美交易。咁對於2017嘅完美交易嚟講，點去操作呢？啊，大家睇呢幅圖，可能好多人唔明。呢啲係從一種模型嘅角度，我哋係考慮緊成個市場，亦都係好多人點解近期仲會不斷咁衝高啊？我哋睇下圖中股票嘅升跌係有節奏嘅，咁我睇下喺成個2016年嘅走勢過程中，我哋睇到佢嘅歷史走勢係咁嘅，成個歷史走勢啊。升一波咗之後跌落嚟，再升一波。我哋睇到嘅就係同樣嘅兩波上升，後面嗰波升得要比前面嘅波要多，同樣跌得比前面嘅波要多，證明呢啲走勢係屬於正常嘅走勢。升得少跌得少，升得多跌得多，呢個係正常嘅。股票升升跌跌，牛市啦、熊市啦、牛市，呢個係必然嘅走勢。只不過中間我哋要留意嘅。一旦行出嚟咁嘅走勢之後，有人話啦，點解近期仲會升？如果你真係明圖形嘅話，凡係行出呢種走勢嘅股票，後期記住，一旦呢度企穩上升，佢最少會翻呢個下跌嘅一半，所以亦都係點解近期佢仲會喺度升嘅原因。翻呢度一半，呢個係必然嘅。當然啦，呢種係只有一種固定嘅模型，理論上應該係升得多跌得少，咁更加係最好啦。但係記住，一旦係升得少跌得多，你咁就唔好啦。嗱，比如而家我睇到嘅呢啲升得多跌得多係屬於正常嘅，升得少跌得少升得多跌得多係正常嘅，而且佢跌得少亦都係正常嘅，證明強啊嘛。但係一旦後期行出咗跌得多，咁隻股票就唔正常啦。升得少跌得多就唔正常啦。咁我哋睇首先簡單去，比如我睇下歷史嘅圖形，每一次嘅上升我哋睇下係點去結束嘅，或者幾時點解會產生啲大嘅調整呢？比如我睇下我哋而家揾個明顯嘅波形，升得多跌得咁多升得少佢跌得少啲，呢啲係好正常嘅走勢一樣嘅升得呢度，但係後面一旦跌多咗，你就知道唔正常啦。升得比要前面呢度要少，但係佢跌得要比前面嘅要多，咁你就清楚啦。
股市發生咗變化，所以呢一個衝高你就知道啦，有問題。所以點解呢度上去佢創唔到新高？因為呢度上去就話俾你知佢仲會跌，即使創新高都好，都仲會跌。如果係一隻個股，即使創新高叫做拉高出貨，唔創新高係屬於正常嘅。所以點解會下跌？呢啲係我哋通過歷史嘅走勢，我哋睇得到嘅。同樣嘅，你再睇後面，升多跌多，升少跌少好正常，升少跌少好正常，升少跌多唔正常啦。所以後期點解反彈之後會繼續下跌？所以股票嚟講，升升跌跌，你掌握咗規律係好正常嘅。咁我哋再睇下每一次嘅拉升，再睇下呢一段一樣嘅，呢啲升少跌少，升多跌多啱先講嘅啦，佢最少翻一半點解後面仲會上呢？等陣我會講到，亦都會講到2017年後面點解會仲會繼續會創新高呢啲都係屬於正常嘅走勢。咁呢一段呢，升得咁多，跌得呢度升得快，但係呢邊一旦跌得多，你知道啦，呢度跌得同前面相比係就唔一樣啦。所以後面點解會調整時間就會變長呢？因為股票發生咗變化啦，好多都係咁嘅，每一次嘅升跌仲有好多我哋唔會具體去講啦。咁我哋重點睇下，我哋啱先講嘅呢幅圖，2017嗰啲都係過咗去嘅歷史，我哋更加關注嘅係對於2017年點解話講到呢種模型呢？首先我哋睇到嘅2016年行出咗升咗兩次跌咗兩次，跌嘅第一次同埋跌嘅第二次第一次升跌同埋第二次升跌對比係後一次要升跌要多嘅。咁對於呢啲走勢嚟講，我哋要明白嘅就係，一旦行出咗呢啲咁嘅模型，咁嘅話，歷史必然會話俾你知後期一定會行出以上嘅呢幾種模型。我哋啱先睇到嘅一定會行出未來嘅呢三種模型，1、2、3我哋睇到嘅對於第二幅模型嘅話，係比較弱市嘅時候先會出現嘅，往往出現喺熊市嘅牛市嘅尾聲、熊市嘅開始，先會產生呢種弱勢嘅走勢。正常應該會係第一種同埋第三種，比如幾時候，但係唔能邊一種佢都會翻到呢段下跌嘅一半。所以好多人當時呢個位置唔敢買，話俾你知個個週期低位唔敢買，翻一半敢唔敢買強嘅話創新高咁我哋先睇下第二種弱嘅，比如喺幾時呢？我哋睇到嘅喺呢度嘅紅線呢度，佢就出現過一次啦比如呢個位置，我哋睇翻佢嘅大周期啲，睇翻周線圖當時呢度嘅下跌我哋睇得到嘅，唔係你從短期又好，中期又好我就睇呢一段，點解後面仲會跌？首先我哋睇下升跌。升多跌多好正常，所以呢啲位置係有得上嘅，但係佢只係上咗一半，上唔到去啦。落翻嚟再衝一次，只不過呢一次衝得好弱勢，所以導致後邊繼續跌，跌完之後再上。咁呢幅圖就相當於我哋啱先睇到嘅第二幅圖，中間呢幅圖上到一半。咁大多情況下應該係行嘅係第一種同埋第三種圖形。咁我哋重點睇下佢哋有咩區別呢？或者後期應該如何去把握？從目前我哋睇到嘅係呢一波升跌大概一半
大概喺呢個位置所以最近已經陸續已經升翻到呢度，升到呢個位置，到底佢強一弱呢？正常係到呢度。咁第一種圖形係屬於好強勢，有效過咗之後，佢冇可能一次創新高落翻嚟，佢會再衝一次。如果呢一次，如果記住呢個位置係關鍵，如果佢有效去企穩上去嘅話，就會創新高，創完新高之後，隨着個市場嘅強弱，後期可能會觸頭落嚟。呢個係好正常。對於2017年面臨嘅走勢，因為點解呢？因為前面呢度有好大嘅壓力，所以行到呢啲位置，即使佢創咗新高，呢啲位置壓力係好重嘅。所以你話呢度上咗去，後面再上，咁需要個環境係好好先可能嘅。如果環境唔係好特別好，正常到呢啲位置咁行，已經係好強勢嘅走勢啦。所以喺2017年，第一個我要留意呢一個上衝，後期喺周線圖入邊會唔會超過呢度一半？有效咁超過影線過些少呢？有待分析。如果有效過去落嚟之後，關鍵係睇呢度上去，呢度肯定會再上一次嘅，上得去力度強，咁嘅話你就唔需要睇咁強啦。你要清楚，中間調整係好正常，冇可能一路升，可能中間升升跌跌好正常，但係整體你要清楚，佢嘅目的係去創新高。呢個第一種圖形。2017年如果行出呢咁嘅節奏，你應該把握好。一旦行出咁勢，呢啲位置去買入，你應該知道創新高到咗壓力位，先至係你要注意風險嘅。後面再掌握啲升跌嘅節奏。呢種係比較強嘅走勢，呢係第一種。第二種啱先講啦，可能性會唔係好強，點解呢？因為呢啲走勢往往喺一輪熊市嗰時候先有容易行出嚟。啱先已經同大家講噶啦，呢一邊就係啱啱好落嚟呢度一半，上唔到去，後面再打翻落嚟，上唔到去呢度位置留個底，再做一波再跌，同樣嘅好完美嘅走勢。咁第三幅圖呢，我哋睇到嘅係到咗一半附近呢，第三幅圖依然係到咗一半附近嗰度上唔到去啦，回落，呢個係好正常嘅。同樣嘅關鍵係再一次上，可唔可以企穩呢度？企穩嘅話，咁行嘅第三幅圖；唔企穩嘅話，第二幅。但係第二幅嚟講機會咧係比較少嘅，所以正常係講跟住睇嘅13。但係呢一幅圖因為前一波嘅力度唔係好強，所以對於前高唔一定係睇最高喺呢個區間呢個位置。呢個橫盤區唔一定係最高位，最高位壓力位唔係好重嘅。依家橫盤區就會衝到呢啲位置。呢啲位置如果過唔到去嘅話，可能要短期謹慎啲。上唔到去嘅話，時間又到啦。到時我哋具體再提下時間。咁就會好容易呢度上唔到去落嚟觸頂，就會完成。成個走勢，但係假如發現後面呢度短期受咗之後，再一次上去，但係記住呢一種上去，除非佢橫嘅時間好長，如果唔係橫嘅時間好長就上咗去嘅話，呢啲創新高一樣係要賣出嘅，一樣係要賣出嘅，之後一樣會行出下跌嘅呢啲走勢，所以2017年。從大周期已經話俾你知，喺每一個階段、每一個位置，你應該注意咩嘅走勢？呢個係對於圖形。當然啦，呢啲圖形係專門針對行出兩波拉升，兩波下跌，後一波升得多、跌得多嘅走勢。記住，佢冇頭部嘅形成。咩冇頭部呢？而家我睇周線圖冇明顯嘅頭部。
冇頭部嘅形成嘅情況下先會行出嘅。但係如果你揾到呢啲走勢啊，咁你就唔好話落嚟上得咁多啦，可能上些少就落都有可能啊。所以呢個提醒大家要注意嘅。呢啲圖形嘅走勢基礎係冇出現頭部。點解我放喺周線圖？因為周線圖入邊係冇明顯嘅頭部嘅，就好似前面一樣，周線圖冇頭部，但係你翻返日線圖係有頭部嘅。所以點解會跌得多之後再上？啊，呢個係對於2017完美交易，我哋去對於成個指數，我哋去談論啦。從短期嘅呢度同大家談論到啊，從中期我哋談到成個周線圖入邊睇到嘅，所以呢啲內容啊，我哋相對嚟講啊，逐步會掌握一啲更多嘅方法。當然啦，更多其他嘅內容會喺上邊啊，呢度呢個今日我哋講嘅就係2017完美交易，但係其他嗰啲嘅話應該係喺其他老師你可以多聽多學習啊。呢個係我哋講嘅第一方面嘅內容，跟住我睇下第二方面嘅內容啊。牛股個市場把好啦，咁更加做嘅係，如果你唔係做期指，咁我哋更加多係揾到啲牛股。咁牛股有咩條件咧？啊，對於牛股嚟講，首先我哋要清楚嘅係邊個參與咗股市。你要揾牛股，首先牛股係邊個拉升嘅？有人話啦，肯定係莊。但係記住，往往莊會先至會拉升到個股票，但係決定莊拉唔拉嘅唔在於莊，在於散戶。莊入唔到場，散戶多，拉升唔到。莊入咗場，散戶仲有好多，莊唔好難拉升。點解咧？拉高嗰時候，散戶嘅特徵有錢賺就走，咁嘅話莊一拉你就走，咁莊嘅成本就會好大。所以一般嚟講，莊拉嘅時往往會選擇散戶唔敢入去，或者散戶好少嘅時候。所以點解咧？因為參與股市嘅無非呢三種人：散戶、游資同埋莊家。散戶更加多係有錢賺就走，冇錢賺就揸住。呢種方法係冇用嘅，所以大家要去改變。對於游資嚟講，更加多嘅係一啲快入快出嘅走勢，啊，升得快，跌得亦都快。咁對於莊嚟講咧，莊點解要跟莊住做呢？因為莊佢嘅入場、佢嘅離場、佢拉升嘅幅度都係有計劃嘅，而且從時間嚟講、空間嚟講都係相對較大嘅，因為錢多要入場，咁你要轉啦，錢多要入場，咁佢需要時間。點解我話啦，一日入唔到咧？因為如果今日全部入晒嘅話，隻股已經飆升得太犀利啦，所以大多數個莊會選擇叫做底部去收貨，即係話對於大多數個莊圖形應該係咁嘅。底部去收貨，收完貨之後，經過一個洗盤，將個莊大多數嘅散戶震出嚟，再一次拉升。出貨咧，高位去震盪出貨。當然仲有其他嘅出貨方式，但係呢一個最基本嘅步驟。咁面臨嘅關鍵就係啦，莊入咗去會拉升幾多？啊，跟住莊揾錢，莊入咗場會升幾多咧？你發現有啲股票升得特別犀利，成10幾倍、20倍，但係有啲股票咧升個50%或者1倍、翻倍就冇啦，咁點算咧？但係最起碼我清楚嘅，莊到個股票最起碼50%翻倍係正常嘅。如果唔係嘅話，佢係揾唔到錢嘅，因為佢需要各種嘅成本。但係真正可以決定拉幾高咧？第一個莊嘅成本，第二個
莊入得多定入得少，呢個係好重要㗎。啊，問題係點去辨別莊嘅成本同埋入場嘅幾多？啊，成本可能仲好睇啲，一般嚟講係橫盤區作為佢嘅成本區，橫盤嘅中心區域。但係入得多入得少呢，呢個係最難把握㗎啦。所以我哋需要把握嘅如何識別進場。第二個入咗幾多，入得多係定入得少啊？我哋前期學得最多嘅就係通過六彩神龍莊入得多，入得升。問題嘅關鍵係前面有人話啦，低位買到就好啦。等到升到呢啲位置嘅時候，升到呢啲位置嘅時候，好多人已經唔敢去做啦，或者前面冇買到，到呢個位置就出咗嚟，唔敢揸住，甚至稍微一震盪離場，錯過咗後面嘅利潤。所以更加多係未有明白莊嘅手法啊。所以一個牛股去拉升嘅條件，第一個要底部橫嘅時間要長，3到6個月，最少呢都要2-3個月。當然啦，一啲半新股嚟講可以短啲，點解呢？半新股嚟講，相對嚟講籌碼比較集中啲啊。啱先亦都講到個莊要拉升，個套路籌碼要明顯要減少嘅，甚至會消失。點解呢？套路籌碼有或者多嘅話，個莊拉高，啲散戶就會趁住拉高去出貨，從而加大咗莊嘅拉升成本。所以一般嚟講，莊係唔願意做啲出力唔討好嘅事嘅。最終佢會選擇突破所以突破咗之後先有得做。理論上如果點解呢？你唔突破，你唔知莊係咪開始拉升。從呢度我哋要清楚點解我要判斷要3到6個月或者2到3個月呢？其實呢個時間係一個莊入場入貨入得多，佢需要嘅時間。一個莊如果入得少，佢唔需要咁長時間。點解我哋要需要時間長呢？因為俾莊入場留咗足夠嘅時間，有2-3個月，有3到6個月。如果莊真係入場嘅話，就會入得足夠嘅貨。但係記住唔係所有橫3-6個月就一定係莊喺入邊，最終需要脫離突破咗先有可能係，從而突破完之後，到底係咪真係莊呢？橫盤幾個月只係為咗俾莊有一個好嘅環境去入場，因為莊一般喺低位吸籌。真正話俾你知有冇莊嘅，要需要紅色大於50。但係有人話啦，紅色大過50嘅時候，有啲股票升得好多啦，唔敢做。呢個係必然嘅跟莊對於跟莊嚟講，呢啲股票你要升得快，咁有啲小事項啦。有啲股突破之後仲要回踩，有啲就唔回踩，所以呢度提醒一下大家一般嚟講，如果喺突破之前有震倉幅度嘅動作，咁話啲股票後面會回踩嘅力度少，或者唔回踩。好比呢啲股突破咗之後，喺突破之前佢經過咗一個震倉，突破前突破後有一個震倉嘅動作，之後再一條大陽燭突破，往往後期佢就唔返嚟啦。好多呢啲股特別啲細價股一樣嘅，回得好少，即刻就上咗去啦。呢啲仲係相對嚟講呢啲對於大股嚟講我哋睇到呢一度
突破回踩係好正常嘅，但係往往你發現，當佢真係到呢個位置嘅時候，好多人唔敢做啦。點解呢？好似升得幾多下啦？點解呢？因為你揾嘅唔係莊，真正一個莊入咗場之後，升咁少係冇辦法揾錢嘅，所以後面經過咗反覆震倉之後，仲會去拉升。所以點解我強調要入貨時間要長？呢度要控盤、洗盤去拉升，呢啲紅色代表莊嘅帳面盈利。升變多跌變少係正常嘅。莊對於帳面盈利跌咗，帳面盈利肯定會減少；升咗，帳面盈利會肯定會增加。但係呢啲從呢啲到呢個位置從呢個位置100蚊，最終到咗82、83，其實先升30%。即使你從最低嚟講，係咗40%。個莊佢嘅成本集中喺呢個區域，升到嗰度，呢度就出貨，佢出唔到貨嘅，好難出貨。所以一般嚟講，除非個市好環境好差股災嚟啦。如果唔係嘅話，莊佢唔願意喺呢啲位置出貨嘅，往往仲會拉升。所以我哋睇嘅，只要個大市係穩嘅，個莊就會有充分嘅高度。有人話啦，呢啲相對嚟講係仲係好容易去把握嘅，難把握邊一啲呢？好似呢一啲呢啲。我哋睇到呢隻股，按照啱先你哋講嘅，橫嘅時間又夠長啦。最終喺呢個位置係消失突破咗啦，但係一突破，呢啲細價股直接翻倍，仲敢唔敢做啊？或者仲敢唔敢揸住啊？即使有人敢做，即刻出咗，但係你發現出咗之後，仲翻倍。從2毫呢度，從3毫子直接衝到6毫子，6毫子回一回，升到8毫子。點解佢仲會有得升呢？升得咁多，而且好多人唔敢做啦。點解呢？唔敢做嘅根本原因，第一個你冇睇到升咗啦，所以你唔敢買啦。所以後面嘅即使明知有得升，都唔係好敢做，因為升得太多啦。第二個，即使買咗，因為買嘅成本高，唔敢揸。假如我喺呢度買嘅，買完之後呢度如果唔出嘅話，又跌翻嚟啦。所以心理上做唔到，所以後面又升翻上去。咁呢啲股票點算呢？啱先嗰啲相對嚟講慢啲好把握。咁對於呢啲股嚟講，你唯一點先攞得住呢？成本要足夠低。成本高嘅話，確實受個影響。點解呢？心態。所以點解我哋經常講嘅知識加心態加工具先可以揾錢呢？第一個你要明，第二個有方法有工具簡單去把握。明咗之後有工具，先更加有好嘅心態。如果唔係嘅話，明知生理壞攰，明知有得升都唔敢揸，因為成本太高啦，中間上上落落頂唔住。所以你要心態好，成本低啲就會心態好。所以同大家講下，買喺莊家拉升之前，首先我要明白莊家，咩叫莊家呢？喺股票中莊家通常係錢特別多而且佢買股票籌碼係比較低嘅，一般莊係低位買嘅，啲基金大戶佢哋要拉升股票要賺取差額，但係佢哋嘅手法係往往唔一樣嘅，有啲手法係好溫柔，有啲咧係非常之恐慌而且快升快跌嘅經常性係睇到嘅，影響股市漲跌
好明顯嘅呢啲莊啊。最終我哋睇下，好似呢啲咁嘅股，呢半新股啱先講嘅，橫嘅時間相對半新股可以短啲。點解呢？因為隻股從上嚟到而家，大多數籌碼相對嚟講係短期嘅，呢啲拉升，但係一旦要學條件依然係突破咗就先可以買。因為半新股突破之後，前面冇壓力啦，空間就大，但係必然有莊入場，呢啲又係會升得好快。但係碰到呢啲呢，好多人捉唔住啦。點解呢？因為本身隻股已經升得好多啦。你好似呢度，從呢度去突破，其實已經翻咗，前面都已經翻倍啦。唔係翻，而且唔止翻一倍，已經從低位上嚟已經翻咗2、3倍啦。咁肯定唔敢再做啦。如果明嘅話，識啲方法，呢啲位置依然可以咁去做。但係即使你做得好，你發現呢，呢兩日可能又捉唔住啦。點解呢？呢幾日個波幅太大啦，上落個幅度，買完賺錢又落嚟啦，坐電梯即使呢度冇賣出到，呢度都出咗嚟，所以後面嘅利潤係同你冇關係呢。點解呢？講簡單啲，依然係成本問題啊！假如你真係前面買嘅呢啲隻升跌，你會冇所謂。點解呢？通過學習知道呢個位置係好嘅，通過工具話俾你知個莊係喺入邊嘅，未走嘅，所以你成本低，你會做得好放心。但係如果你成本高嘅話，即使喺呢度入咗，你發現上上落落個心臟頂唔住。咁最終到呢啲位置有錢賺啦，感覺隻股話從低位上嚟，前面都翻咗3倍，將嚟再上，嗰隻股已經從低位上嚟翻咗4、5倍啦，點算啊？咁嗱嗱聲會走，走完之後繼續翻倍，唔係低位翻倍，從呢度繼續翻倍，咁就相當於低位唔知翻咗幾多倍啦。所以好多人對於呢啲股票係打唔到嘅。尤其同呢啲一樣嘅，啱先你講嘅呢啲又係一樣嘅，揸唔住。你要揸得住，你咁你低位買，呢度一突破你敢買，你就可以揸得住。因為突破之後你就已經可以買入啦，因為橫嘅時間足夠，突破你可以買。高位揸住嘅話，你就好難去做啦。所以喺之前你就應該關注呢隻股票，但係問題好多人話啦，未升之前睇唔到啊，點解呢？綠色咁多，阿誰咪話咯，綠色多係好難做噶嘛，確實係，你喺綠色多呢一段時間確實係好難做，因為仲有好多啲散戶俾套住，亦都睇到莊有些少入場，但係唔明顯，所以唔敢買。一唔敢買，突然間拉起，更加就做唔到啦。佢唔同前面有啲股票比較容易俾你入場，但係呢啲股票呢，你冇辦法嘅。咁唯有嘅話，假如你要知道呢啲位置莊大量入咗，咁你就可以去入啦。呢度只係通過帳面盈利睇到有莊喺入邊，但係有幾多呢？唔知。真正係到咗呢度過咗去先知道，哦，原來莊入咗好多，但係已經高位啦。所以我哋要明白嘅，如果係喺低位，我就知道有莊，咁嘅話就可以提前做準備啦。所以我睇下我哋嘅 home trade 入邊，同樣嘅股票，你睇下喺低位嘅時候，其實已經主力吸籌大量咁去吸籌啦。呢啲紅柱代表主力吸籌。咁當佢行出咁嘅走勢嘅時候，你會發現喺呢個位置橫幾個月夠啦，呢度一變紅柱一企穩，提前關注咗呢隻股票，因為前面已經提醒你啦，提前關注，咁呢啲位置你去買入，而且莊一定係莊做嘅，買入肯定唔止升一日，就會一個中期嘅上升，所以買完之後你會好放心，因為買得低。
中間呢啲上上落落嘅振幅，你可以攞得住，因為係賺緊錢。但係如果你買咗高咗嘅話，上上落落就會喺時賺，一時又蝕咗，一時又賺咗喺入邊，患得患失。所以我哋今次空邊出入邊主力吸籌呢個功能係非常值得大家去使用嘅。對於主力吸籌嚟講，佢係通過股市嘅交易資料一啲數據進行深入嘅剖析，佢發現莊家啲建倉吸籌嘅行為。一旦一隻股有咗莊家嘅入場，就會可以好好咁去跟蹤隻股。但係記住，莊吸籌唔代表你吸籌。經常啱先講嘅，凡係一個莊要收貨要收得多，一定要有充分嘅時間嘅底部。所以有莊吸籌股票，如果你撞到個市啱啱好嘅時候，你可以跟住去做一做。但係要佢可以有大幅嘅拉升，一定要有個底部還完之後，先有快速拉升嘅。所以我哋睇下呢啲股票一樣嘅。撞到呢啲股票嗱，莊入咗場，假如你莊吸籌即刻你買咗只能夠賺少少，點解呢？因為當時個市係唔好嘅，所以啱先講嘅，如果撞正莊吸籌，如果當時喺呢個位置啱啱好個市嘅環境係好嘅，個大恆指嘅指數，你呢度都可以買嘅。只不過嚟講，買完你要清楚呢個上升叫做反彈，真正莊拉升未開始。即使係到咗而家，嗱呢度你可以買，但係依然還嘅時間係唔夠嘅，所以呢一啲拉升依然叫做反彈，後面仲要繼續還嘅。咁呢啲股，我哋係通過我哋列莊選股係可以選出嚟嘅，入邊有比如呢個大牛有形，入邊係專門選出有主力吸籌嘅股票，通過點去幫你去選股，同樣好似呢啲咁，啲紅柱又長又紅柱長多，就代表入得多啦。呢度入咗嘅話，只能夠做個反彈，因為個時勢當時唔好。假如一樣係經過咗幾個月嘅橫盤呢個位置買入，你知啦，所以隻股後面有波嘅拉升，拉升完之後下跌完之後再繼續入場，所以再係一次拉升，所以主力吸籌係一個非常好嘅功能。撞到呢啲可以少量買，但係一定要記住，佢係唔可以有大幅拉升嘅。點解呢？底部未交，就呢啲。點解呢度會升呢？因為啱好撞正近期個股市點啊，相對較好，所以有莊入場，莊會即刻拉一拉。呢啲股相對活躍更加多嘅屬於呢啲類型咩？當時莊入咗場，又多又長，買完如果你即刻買嘅話，短線做一做係可以嘅，因為個市環境好。但係最終升完之後就唔升啦，點解呢？還嘅時間短，當然咧呢隻股票還嘅時間太長啦。長問題，關鍵係突破咗之後，呢度你有冇買到？買到嘅話，你可以捉住後面呢一段翻倍嘅拉升呢啲係我哋要睇得到嘅。呢啲就係做到翻倍，你做得呢啲一樣嘅呢啲位置，所以。有莊吸籌唔代表即刻買入咧，好似呢度就可以入啦。但係莊入嘅話，你如果跟住入嘅話，仲會慢慢嘅下跌。點解咧？因為每個莊嘅手法唔同，有啲係莊係邊跌邊收貨，有啲係橫住收貨，有啲咧拉高收貨。但係最終唔能點去收貨，佢都一定會有一個橫盤嘅動作，最終橫盤突破呢啲位置。前面入得足夠多，所以後面就有足夠嘅空間、足夠嘅時間去拉升隻股。呢個亦都係呢度入咗，呢度再一次入咗，呢度突破完之後，再一次喺成個空間入邊可以行到
繼續嘅拉升。所以揾到有莊嘅股票，前面講嘅你等佢 MCD 紅色上50，可能你買完之後就可能會洗盤，或者你買完唔敢買，點解呢？升得太多啦。假如你低位嘅時候提前發現有主力吸籌，咁嘅話你可以買咧。敢於喺啟動嘅時候去買入，買完之後敢於揸得住，因為佢話俾你知一路係往上嘅，而且莊嘅手法嚟講，一旦佢還完突破，除非個市出現咗股災，如果唔係嘅話，呢啲股係往往會有一個波幅俾你做嘅。所以最終我哋提醒大家嘅就係、主力吸籌唔代表即刻拉，啱先講有啲股票吸完籌仲會落一落。甚至仲會創新低，點解呢？因為係佢邊跌邊吸籌㗎，所以唔係話吸籌你即刻買。當然啦，主力吸籌係咪一定會升呢？個環境如果冇問題嘅話，一般都係會升嘅。只不過嚟講，如果你有啲主力吸籌完之後即刻撞到股災，咁你就冇辦法啦。所以任何方式都要做好止蝕位，最終。幾時有得升呢？趨勢走好突破啦，咁就有得升。好似呢啲咁啊，入咗去趨勢走好突破啦，咁就有得升。記住中期嘅條件要有足夠時間嘅橫盤再突破，你就敢於去買。呢個時候，即使呢個 MCD 未上50，你都可以考慮。點解呢？因為有莊入貨啦。而且莊入得多，但係如果你冇呢個主力吸籌嘅話，你只係睇圖形突破唔一定。點解呢？有啲突破係冇莊喺度收貨嘅。點解會突破呢？因為個市好啊，市好好多股票都會突破嘅啫，係被動性嘅。而且你發現有莊吸籌股票啊，有時候往往唔需要等到上50，MCD 上50。因為有啲股 MCD 上50咗之後，往往都要進行回踩或者要進行洗盤。我經常講嘅因為嗰時仲有蟹貨，去洗盤好正常嘅。但係如果你可以提前發現到呢啲股票，當然啦，你再配合 MCD 係更加好啦。呢個就係對於喺2017年，我哋要跟莊，一定要揾到有莊提前入場嘅股票，買得低。賺得就多，你買得高，賺得就少。即使隻股升得好，你唔一定揸唔住，點解呢？因為你買入嘅成本高，心態唔好，所以買得低係好重要嘅。呢係就對於我哋成個列莊講，當然啦，對於成個列莊入邊我哋睇得到嘅就係成個列莊入邊入邊係有各種非常好嘅唔同嘅功能喺入邊。除咗呢啲嘅話，係仲有其他嘅。咁我依然有啲列莊嘅選股喺入邊。咁具體詳情呢，一啲內容可以關注當地嘅公司諮詢我哋工作人員。我今日同大家分享嘅2017我哋稍微作一個總結。首先，對於2017無論係幾時好，首先任何做股票分析之前，必須應該有方法。掌握嘅方法越多就越好。因為方法越多，佢係相互去驗證嘅。第二個，把握佢嘅節奏。啱先已經同大家講咗，成個未來要關注嘅節奏，每一個位置你要關注咩嘅空間位。對啊，時間位呢度冇講到。OK，有時間有機會嘅話，我哋講下啲時間。當然啦，我哋嘅VIP 會員我對於香港VIP 喺上邊經常會有好多對於時間節奏嘅啲更新。咁最終嘅話，好多內容，如果你話跟莊喺成個我哋 home video 入邊，後面仲會有啲其他老師同大家講緊啲課程，
多去跟蹤去學習，多學習係先好重要嘅。跟住同大家講咗啲牛股啊，牛股嘅必要條件啊，記住呢啲條件，但係記住點解需要啲條件咧？因為我哋要確認有莊入場，確認有莊入場，呢啲條件可以將佢確認，但係佢冇辦法提前預知。因為有啲股橫幾個月依然會跌，點解咧？因為冇莊入場。我哋需要橫完之後，橫係為咗莊更好嘅收貨，只有突破完之後，通過 MCD 先可以驗證。啊，佢嘅高度決定於佢嘅前期嘅壓力位多唔多。點解話半新股會好啲咧？點解話一啲股會升得多，有啲升得少咧？因為關鍵係壓力位多大定細，壓力位大就升得慢。啊，當然啦，同個市有關，個市好會升得多，但係你發現個市唔好依然會有靚股，點解咧？因為佢冇壓力，散戶少啊。但係你要捉得住個股票，依然嘅最終提到啦，你要跟莊，邊啲莊咧？如果你可以提前喺低位知道有莊，你就可以及時入場。如果你低位冇發現嘅話，等佢喺動嘅時候去跟嘅話，有啲股票咧可以做，容易做，但係有啲股票你明知有得做都唔敢做，因為點解咧？心態就過唔到個關啊！呢個就係我哋對於2017完美交易，大家要去踏準市場嘅節奏，跟住莊家嘅行為，我哋去做股票先至可以更好嘅收益啊！我哋今日咧就講到呢度。